感谢主，咱即马要开始今仔日早天的第一场的聚会啊，请咱咱家己的手机啊，甲关做震动，也是关机，互咱会当来专心来敬拜上帝，请走角。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要我的时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把足亲嘴食骨髓油腻，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落你。这是咱的人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起立敬全首。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信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宇宙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彼拉多人内受苦，顶是日个死埋葬的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以后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父上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
阿门。请坐。这是请咱三甲来交托启用文，今仔日的启用文第17篇，启用文17篇第1029页，启用文17篇第1029页。若显着，请我来起，恁来印。上帝啊，人着踮伫錫安称赞你，我着对你写所下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求问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即款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陪伴土地，攻击我国。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落到野的雨水，互土壤软软。一声，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在滴，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在滴。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一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我要感谢你，主啊，伫过去的一礼拜，主啊，你互天的窗会当拍开，互你灌入雨水伫阮的当中，互阮的空旱会当稍稍来得到安尼的解决。但是阮有愿要向你求这个恩典，求你继续拍开天顶的窗，会当降福气，会当降雨水伫台湾的所在。阮嘛要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会当来挖近你。互阮常常会当举起阮的手，为着阮的城市、阮的国家、阮的人民，啊，甲即个世界所拄到的种种的代志，来向你献上祈祷。嘛求你赦免阮的罪，阮常常敢若顾阮家己的代志，无要顾上帝顾的代志。求你垂听阮，嘛使用阮，求你搁找你的圣神的恩膏来充满伫阮的当中，互阮会当真做互人的人，互阮会当真做帮助人的人。互阮所受的恩典会当传入互阮厝边隔壁，互阮认捌的每一个人。求你使用阮，互阮会当真做祈祷的人，会当真做读经的人，会当真做传福音的人。互阮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欢喜，来追求主你的心意，行伫主你的道路当中。伫今仔日的早起，主啊，求你特别你拍开阮的心灵的耳孔甲目睭。互上帝你的话语，搁一遍来充满伫阮的当中，嘛恳求上帝你的神充满伫阮的当中，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所喜爱、所欢喜的道路。感谢主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台东的丰田赞美教会主日。上午，咱要欢迎温淑英牧师来带领15名团队的成员前来分享。敬请兄弟姊妹踊跃为着这个丰田赞美教会，因要起一个青年的意向中心的建造来奉献加代祷。第二点，本主日下晡3点半要召开5月份的定期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3点，109年度的捐献证明的收据已经开立完毕，然后需要索取这个收据通个报税兄弟，注意了后，请到公布栏遐看家己的收据的号码，较伫办公室遐排队来索取。那你感觉礼拜人较济，嘛会当伫周间到办公室来索取。后礼拜就是咱2021年度的母亲节的主日，本会要举办感恩礼拜，要邀请儿童牧区来
读即个感念文，甲做即个影片来欣赏，来咱的母亲表示感谢，嘛要致送每一个母亲一份礼物来表达祝福，敬请兄弟即踊跃来参加，嘛恭祝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第5点，高雄基督教联盟伫5月23礼拜的下晡3点至6点举行圣神降临节城市的祈祷会。今年的主题是黄金10年启动复兴。本会属地伫西高雄场，咱地点伫油厂的敬拜中心。敬请中职小组长陈刚甲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咱做伙为着家庭、教会、甲城市、国家来祈祷。第2个大点，具体的消息，互助社即个风险的保险、甲不动产的即个贷款，甲即个日本即个协会有即个画图的比赛，即个是到7月23来接受收件，若有要贷款的，也是要参加即个画图比赛欢迎咱的互助社来接顺。第2点，即个学生牧区伫后礼拜下拜六5点到8点，伫敬拜中心要举办母亲节的活动，要欢迎妈妈做伙来参加。但是这因为咱敢若有名额80名，所以请若要参加的一定要报名因为我昨去因今年讲要用迄个恩惠相遇的所以咱嘛是爱先报名较免你迄个人若伤济，你去遐就无位通坐。第2点，5月7到3点到6点，伫敬拜中心有摄影的迄个课程，若有要学习翕相的兄弟，踊跃来报名参加。第3大点，教界消息，咱请牧师。咱高雄的正教会伫5月15，上午9点半到下晡3点半，伫迄个高雄灵粮堂有举办伫武昌教会举办即个常常烈宴祈祷复兴的特会咱若有要参加请咱会当伫办公室报名咱有迄个福音车会接送遐我若有甲咱备办会斗顿第2就是咱教会出身的李依涵传道师伊即马伫后人教会要举行红幕搁就任所以咱的教会福禄圣乐队有受邀请来献唱祝歌所以主家有请游览车咱若兄弟要前往的咱会当甲迄个干事来登记意思啦，事奉中心伫5月24到26伫台东的部落有台东的复兴祈祷盛会即帮的主题是临伫圣神活出得胜费用2000块咱教会兄弟若要参加，咱有即个补助办法总是大甲交通可能爱处理即个伊会甲咱第一交钱会甲咱安排啦遐会安排咱若要参加，我那甲办公室报名以上今日咱特别欢迎即个台东丰田赞美教会文牧师带领因的青年人赞美，有伫咱敬拜中心带领咱的青年人敬拜今日伊嘛有机会伫遮带咱的儿女上帝感谢主，上帝互因对青少年非常的关心所以有真侪青少年得到教会真好的引带甲帮衬互因会当伫教会有美好的服侍伫逐方面拢有上帝的祝福伊也要甲咱分享上帝的恩典咱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拍掌鼓励一下温牧师跟他欢迎他们好，请坐。好，这是咱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伫马太福音的25章，咱要为35节到40节圣经马太福音25章，咱要对35节读到40节。
请若显着恁来看，恁来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25章35节至40节，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汤捌摕，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踮伫家里，你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因伊讲：主啊，阮啥物时看到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啥物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汤捌摕来互你穿？啥物时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找你？40节，王要因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行伫我的兄弟姊妹细一个，就是行伫我。这是赞美，咱要来请上年献歌队。
这是讲到咱要请温牧师，伊的讲题是做伫细囝的心上，就是为主而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多谢大家会关心大道吼，牧师的目睭手术吼，拢真顺遂啊，恢复得真好吼。但是惊光吼，所以挂即个目镜哦，有人讲牧师你那个掠灵吼，因为较惊光，所以挂较快活吼。但是即马看得真清楚吼。感谢上帝吼，咱今日是台东的丰田赞美教会的主日。咱特别邀请伊赞美伫咱的学生吼，伫遐做敬拜见证吼，因为温牧师小等下跟咱分享见证吼，感谢上帝透过因伫台东也会当做真好的工吼，那帮助足侪孤儿少年人吼，需要帮助的人上帝透过因真正上帝互因丰富的听，去听因会当互人生命改变。所以这个教会就不断成长充满了异象，充满了梦想。所以青年人就开始有上帝的新约基础伫因的中间。所以今日伊要跟咱分享因有因的少年人真好的敬拜歌声跟咱三个敬拜。所以咱随时要将时间来交温淑英牧师伊的。先生是高中辉牧师因为教会有哪一礼拜伊也是牧师温淑英牧师，咱拍破欢迎因牧师师母，现场所有的牧者同工、长子同工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台语呢不要讲呢，也好听呢。还好我会听因为我其实在台东，我跟台东长老教会一位曾妈妈，我跟她在经历长达27、8年，跟她一直在经历福音工作，她都跟我讲台语其实都会还好会听不太会说。感谢上帝，他不误事在台东我们走到哪里好像都是10分钟我们忘记我们今天不是在台东，我们是在高雄所以刚刚耽误一点点时间我相信在主的爱中，大家彼此包容感谢上帝带领我们的整个敬拜团队来到这里刚刚牧师也稍微介绍了一点点。我本身其实我是卢凯族那我的爸爸是卢凯，我的妈妈是卑南族。那我们叫我的牧师，我的先生是排湾族，你说大概知道我有多少族在我的里面然后今天为了要满到一个地步，我的女婿女儿都来。然后呢，上一次在去年在布农部落的时候，他们带敬拜，那时候女儿怀孕嘛，肚子挺得大大的。现在呢，萨姆也在我们中间，从妈妈的肚子一直是弹琴敬拜到现在很感谢主。那我的女婿他的血统也跟我一样多，有3个血统，所以这个孙子好几个血统在这里。但最感恩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阿们。那更要感谢神的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会说感谢上帝，我原来有这么多原住民的家人。阿们。我们是家人，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族群，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背景，但感谢主，今天在耶稣的爱中，我们都是一家人。阿们。那我就不带领大家念圣经了，应该读过了。那我其实就是这个时间，就直接进到我的这个分享里面。其实我今天用这个主题，我是希望配合在我自己的服事的合唱。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神呼召。我在17岁我就信耶稣，我18岁我就真的渴慕做善工，我19岁就全职。没想到我看到我的女儿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当时我的年代没有外劳的背景，但是那时候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到台北去。我是因为要去补习，希望可以考一点比较好的大学，因为我们没有考大学就全职同工，做了全职时间，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过我服事的岗位。很奇妙的是，当时很多的原住民的少女，
他们就会被我们讲不好意思的话，就是其实他们是被带到台北的华西街。所以我的年代，我的妈妈会告诉我们，出去哪里都会告诉我们说要小心哦，不可以跟陌生人讲话。其实就养成了我们到外县市，我们不太会跟人交通，而且那时候我们的年代也比较闭塞一点。那我们过去不叫原住民，都叫我们山地人。原来这个山地人是很好的，是上帝的人，不是山地，也是上帝的人呢。我之后就觉得，原来我们这么宝贵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感恩的是，我领受了福音，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神呼召我要去关心我的这些原住民的这些族人同胞，以至于我就开始在台北一个一个的关心原住民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北部工作。没想到一路走来，神就带领我服侍的路，就直到现在。所以其实当我结婚以后，我的公公是一个牧师，在前几年呢已经安息主怀，蒙主恩召回天家。那我嫁到我先生的家的时候，其实我以为我的先生跟我开玩笑，他告诉我说他有5个兄弟姐妹，结果嫁过去的时候，怎么家里大概27、8个人。我就说，到底你为了追我，就告诉，因为我在家是老幺，可能不会做事啊，也不太会做菜吧。他就告诉我，他们有5个兄弟姐妹。可是我嫁到这个家的时候，我真的太惊讶了，怎么会有人是这样的陪伴这些孩子们？我从我的公公婆婆的生命当中受到了好大的感动。刚刚虽然我不是很会唱台语诗歌，可是我刚刚听了这首诗歌，你让我心里面很澎湃，很激动。那是一种很深的温暖跟感动，也看到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忠心在侍奉上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从我的公公婆婆的生命里面看到了许多的榜样。当时台东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始有家扶中心的服务，我的公公婆婆在45年前开始就收容孤儿，因为他是排湾族的牧师，他常常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去帮忙，因为他会盖房子、盖厕所，所以他常常到很多偏乡部落，到那里去呢，总是有村长或是一些长辈告诉他说：“高牧师，我跟你讲哦，这里有一个孩子很可怜呢，没有饭吃，而且他没有爸妈，或者说有一个孩子被欺负等等。”我的公公就很单纯的就把孩子那个村长说带回去嘛，我的公公就把他带回来，就这样子陪着孩子。那时候我婆婆跟我分享，没有洗衣机嘛，她都要背那个我们原住民那种背篮，用背的，都到河边去洗衣服。我婆婆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师母，到现在持续的成我们的带导者。那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神不单是他的呼召，而我们配合神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命定。神就呼召我们全家，特别是在25年前的时候，有一个村长带了一个女孩子到我们家来。那个时候，那个少女才13、14岁，可是她没有读到小学4年级。就那个晚上非常冷，然后呢，你知道吗？她的就是村长带着她来我们家敲门，很急的敲门。后来我们起来，那个女生，我看到那个小孩，我真的好对她好，很心疼，因为她的头发是乱，手上拿一个很旧的娃娃，然后呢，她的裤子都尿了，才知道说。他被他的大伯性侵，而且已经长达4年。那一天是因为有人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一直尖叫，他们再也没办法忍耐，就把孩子想到我的公公高老牧师，就带到我们家。其实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开始，那个心我被触动，我就连接了我在17、18岁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好多原住民的女生，可能家境不好，可能真的没有钱，爸爸不知道他的孩子以为是去工厂，结果是到华西街。这我们的年代都非常清楚，就是因为这样开始触动了我跟我的牧师、我的先生，直到如今，过去大概30多年来，我们大概陪伴了差不多60、70个孩子，不是就单单陪伴，
多半都是住在我们家。其实孩子，当你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他们要的不多嘞。孩子真的要的不多，直到现在这么多孩子住在我家，我能够给他们，他们都知道。后来我才觉得，原来因为你的真爱跟陪伴，能够带给他们一个生命无限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找回他们的自我价值。这个关键太好了，尤其透过神的爱，让孩子们生命啊，过去都是伤痕，可是因着耶稣的爱被陪伴，然后带领他们，结果他们慢慢的长出力量，长出爱的力量。然后呢，他们也回到社会。现在呢，从我这边结婚出去的孩子都当妈妈了。一个受性侵的孩子，他能够回到婚姻里面，实在是不容易。你就知道我当多少次的主婚人了。所以我告诉孩子说，我们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娘家。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很关键的行动。所以主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爱不是在嘴巴，不是就在言语上，爱平安平安，你平安的去吧。不，神要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配合牧师在过去这么多年对儿少的服侍，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如何看待服侍，看待爱人，帮助人，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最蒙福的。阿们，是很蒙福的。特别在今天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的当中，主耶稣特别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小子的身上，就是为主而做的。我想从几个方向，从圣经里面来带出我的信息。首先，第一个他提到就是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刚刚我提到我的公公，他告诉我，他要回天家之前有3年的时间，他是肺腺癌，我几乎都陪着他，尤其是最后的3、4个月，晚上我都是在他的旁边的沙发，在我们家啊，就这样陪着他。有一天，他拿一封信给我，他拿了这封信给我呢，他说：“你打开来念。”我就打开来念。你知道我公公很可爱，没有写很多的字，但是呢，他就说了，第一个，他告诉我说：“媳妇，你一定要做到2件事哦。第一件事情，如果有孩子没有吃饭，你给他吃饭好不好？”你知道吗？当时我也是流泪了，因为我的公公确实是这样的人。每次我拿饭菜给他，他总是问我说：“孩子们吃了吗？我的孙子吃了吗？”都会问我，我都会说：“有啊，这是你的份呀，自己吃啊。”他是这样的爱人到一个地步，在他的服侍的当中，就一直默默的帮很多的人，就是整理。有时候坏掉的门啊，坏掉的马桶啊，他都是去帮忙这样的人。看到有人没有饭吃，他就说：“好，我买面包。”我都是看他这样子做，所以我就看着他们这样的爱人。我们山上也有一个祷告山，我的公公婆婆在那个山耕耘很多年，一直在那里工作。为什么？种菜、养鸡，我们还有一个大鱼池，养猪。还有养鸭，到现在，哇！你知道我们那里都没有农药的，我们的菜、我们的水果，一颗的柳丁都会长很多，培土班都吃不完。还说我们还在教会义卖，因为很多真的。然后以前我们也都没有买肉哦，我们的猪大了我们就杀猪，想吃鱼我们就，虽然那鱼很小，你知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然后每个礼拜5我们就。我以前在部落也没有那么忙，礼拜5以后我们就带小朋友到山上住，又省水又省电，又可以工作，还可以拔草。我们的环境真的就是上帝这样子供应我们。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当中呢，确实的陪伴呢，原来陪伴孩子就是给他们先吃饱吧，先给他们吃饱。你知道到现在啊，我不会煮那几个人吃饭的。
我随便一煮也是50个以上。每次牧师说，哎，我们就几个人，可以不要煮那么多。他是已经造就了，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来煮饭煮菜。感谢上帝，我觉得给孩子吃饭是真的是要满满的爱，而且呢要热腾腾的饭食。所以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们吃啊，你给我吃啊。”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呢？这是一个我们的问题。另外，耶稣又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有时候我们还在觉得说：“到底他有多渴，要喝什么？”你知道，其实一杯凉水它算不了什么，一杯水根本也没有什么。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都是喜欢先从水开始？讲到水，我也被提醒，我的热水在后面。谢谢。喝一口水好了。哇，让我的喉咙及时得到了舒畅。所以这个水真的是很不起眼。但是你看，当我口渴的时候，我刚刚咳嗽对不对？太干了嘛，喝个温水，一切都就觉得很舒服。重点。这一杯凉水，小小一杯，没有什么起眼。那你知道耶稣说的话，你要好好的把它听一听，你就知道。他说要看是为谁做的，有价值没有价值，让人满足不满足，给的甘心乐意，给的非常的有平安，就是你已经找到了，也看见了这个价值，就是你是为谁而做的。阿们。在今日的教会，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对周遭的事漠不关心。我们周遭其实有太多需要一杯凉水的人，不单是口渴，可能是有失业的人，可能是刚好遇到被欺负、被家暴，可能他是一个孤单的，他是一个孤儿或是寡妇，他是一个寄居的。他可能是失业的，你知道吗？这样的人，他何等需要一杯水，一杯凉水，来解决他的现状，解决当下的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人的眼光，人的眼目，喜欢看大的，喜欢看多的，而忽略了那小的跟少的。刚刚特别我讲到凉水本身算不得什么，但是当你再次来思想你的生命，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多么渴，过去我们的生命很干渴，我们信主以前好渴，或许信主还是渴，为什么？只等到耶稣给我们这一杯生命的活水，我们就得到什么？解渴，我们就不再口渴。当你这样想，这个生命怎么这么好？因为耶稣让这个生命这样的不口渴，因为耶稣让这个生命可以成为流通的一个活泉一样。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会开始对微小的事情开始有关心，而且对微小的、弱小的，不是有就能做。我们在幸福小组，我们很会讲这句话。你们有做幸福小组？我们有幸福小组的见证了。下个礼拜台南呢，蔡安路牧师他们整个团队他们那个台南区的教会40几位，不到50位的牧师师母要到我们教会来。我们不配，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也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有学识的不多，原住民的教会很努力祷告，很努力传福音，可是有时候我们真是有一些的瓶颈，也有一些的关卡。但是你知道，我们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说：“妈，不要紧啊，不要恭维，不要紧啊，不要激动嘛，不要紧的。”但是怎么样，你做了就很厉害。拢讲不要，拢不要，通通就一直不要呢。当你说好，我们做了再说，哇，信心就来了，爱心就来了，生命就充满了。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的相遇是上帝的祝福，因为你从今天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面嘛，我就见过陈牧师师母昨天我们在敬拜中心，我就认识了那个我们的布农族的家人呢。而且我还看到那个 FB 有人就是播了，就是我认识的爱珍传道夫妇在这里按牧了呢，舅子嘛，对不对？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我很感动。所以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关系更加一层，从可能没有关系到了有关系，但有关系以后就更要有关系，因为你我都是在做天上的事情，是在做主的事情，是在成就上帝的心意和旨意。你相信了说阿们，阿们。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客旅。主说我是客旅，我需要住的地方，你们给我住。你知道我很喜欢希伯来书13章的第2节，他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喜欢接待客人了。你接待客人，他说你不知不觉你是接待天使，想不想接待天使？Amen。今天我们都接待那么多天使，大大小小，好多天使。我的家27、8年前，30几年前开放，直到现在依然开放。身为牧师的我们，为什么愿意开放我们的家？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不是很有房子，而是我们觉得还可以住，有空位，我们就怎么样，上铺下铺，本来小小打掉变通铺。我们家我的公公很多杰作哈。我们带领这些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无依的，而且是边缘的失能的孩子们，受性侵的孩子跟我们生活，如果不是主的带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没办法。所以我公公就他给我一封信的第2句话说，如果有孩子需要住宿，你一定想办法给他睡在你的旁边，这样睡在我们的旁边容不容易？不容易啊，连吃个饭我们都不容易啊。我的先生，如果你没有看过，最近中信爷爷看是讲到他的见证，他说以前因为他很爱吃嘛，要吃到米饭不容易。他每次这么多的孩子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我的先生是年纪最大，他说看到那小朋友筷子比他快就瞪他，不然就把那个筷子拨开。他说我都还没有吃你就要吃了，这样子哈，所以他现在跟我一样胖，不是。所以你知道那个当下的情况是这样。那或许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舒适，可是我却能够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保证，因为我们愿意接纳他，即便真的不容易。我有时候有情绪呢，有时候教会忙到礼拜天晚上，我回到家呢，他们的眼睛一直等我要吃饭。我说礼拜天不是师母要好好的叫会忙完啊？我们这里有泡面啊，有那个水饺，不是都可以自己弄吗？有时候你知道，你也会很急的。我们的性格、个性在环境一直被磨塑。感谢上帝，我觉得神怜悯我，仍然让许多的孩子放在我的周围，放在我的家。不是我很厉害，那是我的主很厉害。不是我有办法，是我的主有办法。因为让我看到我公公美好的榜样，我婆婆美好的榜样，感谢上帝。所以我也很喜欢德蕾莎修女这句话说，爱就是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话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教导我们，没有一句我们可以推诿的。阿们吗？第4个，我跟大家分享，耶稣讲到这么多的一个过程，他提到就是说，我是他说我在监里，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什么？我这边提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许是真的我们去监狱，但其实这个是讲到什么？其实我看到的是，现在我们整个的全球的现在的一个光景，或许过去一直有一些不断的有可能饥荒，有水灾，有很多的一些的大自然界的问题。可是这几年来，这2年，光是一个疫情，我们共同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神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要冷漠，我们真的不要冷淡，哪怕只是一个面包，小小的一个饮料，你去爱一个人，你看，就如同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的18节说，连主都告诉我们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这么的宝贝我们，
他不让我们成为孤零零的人，他不让我们常常是贫穷、缺乏、无助，然后呢，很多的不舒服。从这个当中，你要常常告诉自己，不是我可以，主你若肯，你一定帮助我，可以度过这个危险，度过这个难处。其实这句话主要是鼓励我们每一个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手中有一种力量，叫做爱的力量，那是一种帮助人的力量。待会我们会带这首回应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因为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我们若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可以爱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你看幸福小组的现场，这么多的人可以生命改变。我们的教会在一个小小的部落，从我公公自己盖的房子，我公公自己盖这个礼拜堂，然后呢，我们两夫妻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们回到台东，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大概在部落大概有11年，我们在部落不止大概14、15年，我们在那个当中，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努力传福音，我们也是疲倦灰心啊，因为我们的部落就是固定的那样的人数，然后有3间教会，那真的我们也是很疲，就觉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力量传福音？因为那是一个封闭的部落，台东是唯一排湾族的部落，人口数不多。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在15年前开始接触这个双义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想办法，因为他每一次挫折的时候，他就说神没有呼召我，是呼召你吧，一直说我呼召。我说没有啊，你也是清楚神的呼召，我们是被神呼召，那是一个怎么样，在瓶颈当中很灰心的时候讲的话。但是我在后面是鼓励他，告诉他，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那时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努力就30个、40个，那长辈呢一直回天家，我们又没有年轻人起来。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翻转就在这13年前。福气教会协助我们，也是在我们现在我们是在做第12期了，第13期，其实也是在这个6、7年前。那之前我们也做双义，很认真做。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哇，我发现到年轻人动力好快。我们就最复兴的就是国高小组，国高大专就是高宣小组，然后就是社青小组，大家认真传福音。那我们成人也很努力。上一期70多个人接受培训，幸福门训。这一期是60几个嘛，接受门训。我们不停的一直做，不单做晨祷、晚祷、RPG 祷告，都有分小组祷告。我们牧师跟小组长 RPG 祷告，大家落实这个祷告生活。你知道今天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都是祷告的人。你看到最小的这儿童诗班，他是礼拜6一定要晨祷。平常我们都要有晨祷，有晚祷，而且我们还要 RPG 祷告，还有幸福小组他们自己小组的祷告。这样的教会难道不会改变吗？上帝透过我们去爱人、帮助人，反而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不一样。从40、50个，现在加年轻人这样200多，这样的教会，而且一直生小 baby， 教会现在都是推婴儿车每个主日好多婴儿推车，而且我们现在还有3个要生的，排队的。我媳妇6月要生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做的，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也要叫我们行善，那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不是你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靠自己做什么都不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是因为神可以，他为我们在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一切，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啊，阿们吗？他的得胜也就是我们的得胜，阿们吗？愿神祝福我们，在教会在外面有好多的人需要你的服事。我们不要看大的，你从一个人带，他全家就会归主。从一个人你去爱他、关心他，他会带他的同学朋友信主。最后我要进行到，也快要到我的结论。那我先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如果这样的来顺服神的话，我们来做为主而做的话，
我们会得着什么福气呢？我想从这一段来看，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来看神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这个得着的祝福呢？我想其实有很多，我就讲5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格局被扩张。你知道生命的格局被扩张，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天国的价值，你看见帮助人的价值，你会看见爱人的价值。因为如果我们不扩张的话，我们一直看我们自己，好多困难哦。等一下先生，等一下太太，等一下孩子，等一下孙子，等一下，我们好像都在环境里面。为什么？我们都一直注意这一些。真正的信心的扩张，你知道从哪里来吗？服侍人开始，你在服侍的现场，整个信心就被扩张。阿们。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你看他说，无论何人呢，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水给小子的一个喝，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不能不得哦，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的生命不仅被扩张，而且你的生命会有影响力。而且最重要的生命的影响力是什么？不是就停在你这里，一定要怎么样？代代相传，而且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里面几个棒球队的孩子，你知道吗？他们一样是去台东大学的幸福小组，做得非常棒。我们很多外县市的孩子都到我们教会的那个大专小组哦。如果你们教会有大专小组，要鼓励他们到丰田赞美教会啊，因为他们的幸福小组做得很厉害。所以你知道吗？这些打篮球的孩子们，他们为什么甘心的愿意陪伴弟弟妹妹？生命影响生命，因为他们也看到了牧师师母怎么样培育下一代。我们现在教会有第2代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婿，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社青，他们都是神学生，一直不断的培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下一代。而且在下一代也有他们的下一代，因为整个福音不能因我们而停止啊，福音要因我们怎么样不断的被扩张。我们的生命的格局如果没有被扩张，我告诉大家，我们还是一直继续的做礼拜呢。做礼拜，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不是就做礼拜呢，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扩张，看得懂天国的价值，而且我们的生命要有影响力。不然神的话说，我们要做盐做光，我们的光都底下，盐巴都失味了呢。所以这样的影响生命，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也看得懂，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去学校打棒球很累了，回来他们没有回家呢，直接到教会又开福音车，又去接小朋友，然后又回来又要当老师写功课，当完老师又要开始小朋友洗手吃饭，吃饱饭呢又要扫地，然后拖地，然后呢又要送小朋友。这样的青少年哪里找？每一次我跟我的牧师都会感动呢。你这几天我们都在做安慰礼拜，我们连续2天告别式哦。这些孩子们说，因为我们教练说就练球，他们就说牧师，我们可以到那个殡仪馆，我们可以去商家安慰。他们还可以的，而且就算没有打棒球，他说牧师，我中午再去学校，因为他大4了，中午到学校我要去学校做报告写报告。如果这些我们听好像这些，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真的来讲，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呢。阿们。而且不单单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告诉你，你会得着地上丰盛的产业。主的话不是应许我们要更丰盛吗？可是我很多时候我们很贫穷。我的公公从以前看到我说，哇，我的媳妇啊，哇，刚才董事长夫人呀，哇，老公哦，看起来胖胖的哦，原住民里面好像比较白一点点的哦。他跟我说，哇，像你，我看你像董事长夫人，可是你的口袋没有钱呢。我说还好，没有问题，我们有主就一切啊。我的家太多见证，太多了，真的。哪一天陈牧师说，你来就讲见证就好，太多的见证数算不清。我单单讲这30年，我们这样接待孩子，上帝解决我们很多的困难，太多，真的我数不清呢。
我的公公住在山上，常常骑摩托车跌倒，然后呢，利友经点眼药，他以为是眼药，点2个眼睛呢。然后呢，我的婆婆因为她的手做工太的关系，都她手的那个关节不好转，她都把那个漂白水换那个小小的保特瓶。我的公公啊，工作很可，还有懂安内利曼呢。我跟高牧师一直当119那个什么119吗？那叫什么救护车呢？还有一次被那个我们的农用车压过去呢。他在马偕医都有记录，他们说：“哎呀，这样也没有骨头一根都没有断呢。”而且以前高老牧师他的年代40-50年前了，圣灵造访整个排湾族的部落，他们手按病人就好呢。然后很多人到祷告山你像我是他的翻译，他就跟我讲排湾族的话。虽然我是卢凯族，也是会讲排湾族的话，他就说：“这个姐妹啊，我跟你讲她怎么样，你一定要告诉她读这个圣经因为很危险哦。”我都不晓得这个事情，他就讲，而且是90%以上呢，有时候100%他们敬虔、祷告、爱人、帮助人、种菜、养鸡、养猪很有他们自己神给他们的智慧。上帝也给我们很奇妙的祝福。我们看一个图画，那个画是这张画图我不会画图，是的。有一天你知道这个是几年前画的吗？这个已经历史悠久，已经是25年前我画的一张图。我不会画图，我没有学过，也没有学插花，可是我现在都帮人家插花。这个是我以前用了半个小时做的，今天要留在这边，送给师母。我这个上帝就给我这个手艺那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颜色，我就一直画图真奇妙。那时候就跟孩子们说，虽然我们的家那个时候都是睡觉都要叠来叠去叠罗汉我跟孩子们说没有问题，我们以后一定有一个葡萄园之家。透过我的公公的这样的祷告，然后一路上我们这样陪伴孩子们，你知道吗？太奇妙了。我们常常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实在无可言喻，没有办法想象的。我讲一个就好。正当我们要开始看到我们的堂不够的时候，这个空间不够，孩子住宿的也不够，我就开始跟牧师在晨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一天，其实就是3年前，有一个退休老师跟我联络，可这个老师是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在葡萄园中途之家的一些服事，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你们最近好吗？”我就告诉他我公公怎么都有讲，然后他就说是圣灵让我打给你，我就吓一跳。他就说你只要开口的就是主耶稣要对我说的话，我就告诉他呢，我感动到不行，我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我们要盖的，他直接说我要支持你们圆梦买地，所以我们牧师师母去过我们那个地，为我们祝福呢。你知道吗？上帝这样的来成就，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呢，100万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但是给我们几千万，1000多万买地还现在还剩下。可这个你看，这个地有农地有建地，感谢上帝。当我有一次跟陈牧师分享到，他也当然是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当然也是神的工作。等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灰心吗？有。我最近都想停下来，我说主啊，我可以做吗？那是我的骄傲。我再次悔改，说主啊，若是你要做，你就开路，你就开路。他就开了这个老师给我们奉献，然后很多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上个礼拜才来高雄到那个汉神巨蛋，有一个高雄工商妇女协会，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想很奇妙的相遇，就他们来听我们的故事，说我们要帮你们。我们上个礼拜就是去领那个什么，他们用一个什么支票，他们就这样小额捐款80万，现场就一位顾问说我捐10万，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说，没有这样做不行呢，师母。现在很多孩子都不乖都不然都那个讲，就告诉我这些事情，我都相信是神在做。这个是看一下，这是我们要逐梦的
你知道吗？昨天牧师我都没有去过你们敬拜中心，我第一次去，我那个车子一开到那边，我就开始流泪。孩子们说：“哇，那么漂亮，那么……”我在那里流泪，为什么？我看过这个图画呢，跟我画的有一点像。我在那里很多的感动哎，哇，那个感动说不出来，我就觉得神谢谢你，好像安慰了我的心。我就看到那个敬拜中心，不就是孩子们生活的空间？更多年轻人在那里接受培育，他们不是就做地上的工人，我们要培育的是天国的工人。我们要成为训练中心。就潘牧师昨天跟我们讲说，不好意思，吴牧师，我们比你们高一点点，他就精英训练中心啊，哈利路亚！然后昨天有一个他说报告说要摄影啊什么，我马上结束我去找他说。哎呦，你报告的时候我们都想参加，你可不可以来台东短宣？他说牧师一句话，我们一定去。我说他有这个的，一直讲说要用什么媒体呀、什么我们好，我直接去找他。感谢主，其实今天我们站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嘛，阿们。你们也从来没有看过排湾组跟那个卑南组的混血儿。对，最后的1里路，我们一起祷告。我想这是上帝已经让我们经历到了，不断的在经历了也谢谢牧师陈牧师我们叫我们的孩子们一直为他开刀的那个事情祷告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土地都有了，然后还有人，我们今天开了2部人家捐的车土地有了，我们的设计师也帮我们设计了最后我们就是最后1里路，这不是我们来完成。不是我们这个台东的孩子们，不，而是我们要一起的来完成神的心意，阿们吗？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也会看到，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的很漂亮的照片跟大家分享。神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知道说，神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阿们。
世界有爱就有希望，这是爱的力量。阿门。谢谢。咱搁互咱这个丰田赞美教会一个足大的掌声，感谢因咱看到因真美好的见证伫咱的中间。感谢咱看到今日阮牧师的听到见证咱知影因所做的毋望咱会当出来来关心。我相信因就是一个上界典型伫即个末世，上帝所要兴起复兴的军队三国一律，无论是埃及，无论是亚述，无论是拢要来敬拜上帝。今日无论是伊讲伊是即个卢凯，佮甲巴兰还是排湾今日无论是迄个客家人，还是咱是荷兰人我相信伫主的内面，通过上帝听咱的生命得到改变，咱能当彼此相听，咱三甲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咱来完成上帝托付咱的使命。咱就看到因的少年人因的即个听，互因的生命得到足大的改变。因欢喜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因欢喜来付出无论是洗碗、扫涂骹，无论是做甚物款的代志帮助上界至微细一个。咱今日即个时代，即就是上帝互咱的听因有一个即个异象中心，就是毋望会当帮助搁较济。即个时代需要帮助的少年人囡仔，这是咱的未来咱嘛真毋望咱也为着咱的后一代有较济祈祷关心。咱的较后一代其实毋是讲外口读册趁偌济钱，迄个是好，但是若失去信仰、失去听，咱即个世界未来咱会感觉是悲观。但是咱若会当互因伫细汉有好的信仰听上帝、听人有好的品格我相信咱这个世界未来就诚侪美好。所以咱感谢上帝兴起因所做的。咱虽然咱无伫遐，毋过咱透过奉献，咱会当有份伫即个时间这是咱个来奉献。好咱的迄个周报内底有入咱的即个丰田教会。即个奉献录就是为着咱丰田赞美教会为着因的需要为着因所做工，做伫至微细一个。咱会当三甲文咱也为因祈祷，请受奉献。感谢主咱听到阮牧师，上帝真正互伊足侪恩典，搁恩赐上帝互伊足够设计，足够插花，足够布置有真侪的功夫改成圣神就帮助你无师自通，要做上帝的工做落去哪做哪厉害人拢会晓所以因的今日是说因的这个少年人就有这个模范所以因的教会有感动人的见证有足侪新的技术感动人奉献真侪所在我相信咱若今日上帝所欢喜的，上帝的确会祝福咱。咱起立来吟奉献诗。爱之人我里，演出龙潭里记，我的在情里修书，感官。
感谢你，主啊，阮看到红田教会安尼款听人的见证，嘛激励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会当成做即个听人的器具，会当上帝你的福音甲福气，会当分享互人，会当做伫细囝的心上，就是做伫你。主啊，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伫红田赞美教会，主啊，因的新的即个异乡青年的中心。主啊，因毋但经费，主啊，伫迄个所在会当成做搁较大的见证，会当帮助规个台东甚至正教会。求你祝福伫因规个工程对头甲落尾，祝福伫因头前的异乡，嘛祝福因的团队。感谢你，求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奉献，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上的祝福车恳的诗歌，俄勒天父万福本源。俄勒天父万福本源，愿因见我因来交真。俄勒耶稣救我罪，罪我中不将伊满贯。俄勒诚心感化罪。修思灵灵温慰的心，俄勒谦卑谦要谦虚，撒为即行即行。阿门。祝祷咱请牧师。感谢上帝拣选阮卑微小可的人，互你伫主耶稣基督救赎阮的疼，充满伫阮，互阮会当得到阿爸爸上帝满满的疼，互阮也得到对你来听的快乐，会当去听至微细的一个。主啊，听至微细的一个，就是听你，互阮搁较听你，较够听人，通过听的快乐。互即个世界搁较美好，互阮的后一代搁较有盼望，互阮看见上帝的国度荣光降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三甲地地，最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避讳。